今天我们就是在这个听曼扎的课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得要知道的就是一种需要我们一种坚定记忆。那么这就是比较经过相当也是就是苦修一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功课。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修曼扎呢，就是不是那么的轻松的，也不弄那么的轻松的，一定要经过一个比较坚定的心，然后就是要有坚强的这种发心来作为一个经过一次的这种苦修。那么所谓的苦修来说，很多人就是觉得身穿破破旧旧乱乱的衣服，然后饮食都简简单单的那种，就是才是叫做苦修那种。那也不一定的，因为我们就是修持律法来说的话，就是有各种这个方便法门，这些来说的话，真正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传作感这些不是特别的重要的，最主要呢就是我们坚定心的，就是我们修持曼扎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疲劳、疲惫这些等等的话，就是都一定要坚持下来、坚定下来。那么这就是真正的苦修，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应当精进修持，最后当着手致使无法累计信持曼扎盘时，再将其放在前面的供台上，边供也积数用餐、喝茶等一切机械基件，已收好前面所供的曼扎。在重新开始时，应当先供养37堆曼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每一次的功课的过程当中，像比如说一天只要做一次功课的话，前面先把这个37堆的曼扎先供上去，然后呢就是再用另外一个曼扎盘，然后就是再做怎么说呢，供那种5对曼扎的，就是这样那个冲那个量，然后呢到了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功课圆满了的时候呢，就是把37对的这个供的曼扎也是先清下来，然后再做一次功课的时候又要重新供上去那么这样才是最重要的。像平常来说的，我们就比如说佛堂前面也好，佛堂前面供的这些曼扎盘那些来说的话，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每天供一次，因为就是每天供水一样的话，才是最有功德的。那当然就是在供着曼扎，就是一直放在佛的前面的话，庄严是庄严，但是我们的功德是只有一次而已那么所以就是这一天你供5次的话，时间的长短供养在这个放着这边的时间的长短是并不是很重要的。那么比如说我就是供了一次曼扎，我就已经放了100年，那这实际上100年时间是蛮长的，但也是功德只有一次而已。那么你一天供100次的话，那就是100次的功德，100年才有1次功德，这两个就是区别就很大嘛。所以就相当这里面讲的也一样，比如说我们就是功课做到中间那么如果是在一直坚持不断的就是做功课的情况下，那左手有的时候就是累到不行，就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开那个曼扎盘的时候，那就是放在前方的桌子上什么的话也是允许的。那这个来说的话，就实在不行的时候，也是实在不行的时候选择停下来休息，还是说因为左手太累了，但是其他的各方面都还是能够可以坚持的情况下，那选择放在桌子上，那么继续就是用桌子来可以代替左手，然后就是又继续供曼扎，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到了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在中间休息的时候，那就是37对曼扎还是要先请卸下来，然后再等一下开始做功课的时候又重新供一次，然后就重新开始的时候，那这就是也是有一次的功德。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知道。不然我们很多人都想在供在佛台上的曼扎呢，就是供上去一次1年2年3年都没有关系，反正就是上面有多少回程也不用管的情况下，这实际上不是特别的对的。然后就是最正确的方式来说了，就那当然最好做得到了，每天收下来，然后第2天早上又供上去，这样的话至少就是一天有1次供曼扎的功德嘛。那么就是1年的话是365次嘛。
那就是如果一年都不动的情况下，只有一次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第十基数，以此方式必须圆满共10万遍曼达罗。暂时如不能光供3声曼达罗之人，仅仅念诵大地图香洒妙花，日夜四周须弥山，言为佛刹供养故，途中愿获清净茶。一旦步入人那曼达拉高能亚大雅弥，只供7对曼达罗也可以。无论怎样供，以最初加行拔心，中间正行无缘，最后结行回向意识，即以三殊胜设置十分重要。这点与其他修法相同。那么这个方面来说，跟其他所有的功课都一样的，就是要前后中间这3个的那个怎么说呢？三殊胜的这个行为是非常的重要的。